嚟啦，今次等我嚟白色病，冇錯啦。哦，冇錯叻喎，啱晒喎。咁問咗啲咩翻嚟啊？白色病又稱為白斑或者白癜風，係一種慢性自體免疫疾病，即係皮膚出現色素或者身體呢度出現一個有顏色嘅斑塊。我仲問埋白色病嘅成因係啲咩添啊？咩事要用咁嘅聲音講咧？專業啲啊嘛。哦，喂，咁你有冇幫我問埋咧？即係白色同汗斑咧有咩關係咧？啊，仲有白色咧同皮膚癌咧有冇直接關係嘅咧？有啲人講咧白色咧係同膚色有關係嘅喎，即係好似我咁黑咁咧，係咪特別容易患上呢個白色病嘅咧嚇？講真啦，你咁多問題，點解你唔自己問呢？咁你頭先叫我唔好講嘢，你又有你嘅道理。咁不如咁啊，其實你啲問題我全部都答到你。咁嚟，但係我想揾個專業嘅人答你。誒，醫生啊，佢唔方便問。其實咧，白色同埋汗斑有咩分別嘅咧？其實白色同埋汗斑咧係兩種完全唔同嘅皮膚病嚟嘅。白色係因為一種自身免疫抗體嘅毛病啦，咁而汗斑咧就係一種比較常見嘅皮膚真菌感染嘅毛病。咁當然啦，兩者初起嘅期間咧係可能比較相似嘅，咁所以可能一般人咧可能都會將佢哋混淆咗。汗斑嘅話咧，佢最常影響嘅區域嘅話咧，通常係喺我哋啲比較大汗嘅區域啦。而嗰啲區域如果皮脂腺比較分佈得密嘅話咧，譬如我哋嘅背脊啊、胸口位置、腋下或者啲頸嘅節位嘅話咧，咁呢啲就係啲最常見受感染嘅區域啦。咁而白色嘅話咧，佢通常見受影響嘅區域咧就係包括面部啦，尤其是口嘅四周。咁當然啦，之後係可以影響我哋四肢、手同埋腳嘅。咁而白色有個特別之處咧，就係通常咧真係左右對稱嘅。所以如果譬如左邊受影響嘅話咧，可能遲啲啲咧，同時右邊都會出現病徵咯。咁而另外一種咧，佢哋兩者比較大嘅分別咧，就係汗斑可能比較早期嘅話咧，通常就可能皮膚有少少輕微偏淡白嘅反應，或者少少淡粉紅，好少咧一病發就即刻會變成完全奶白嘅狀態嘅。咁但係白色嘅話咧，係可以比較短時間之內咧，由正常嘅皮膚淡白到變成好似雪白咁樣嘅顏色㗎。醫生啊，除咗用肉眼判斷之外咧，其實仲有咩方法可以判斷白色病咧？當一個病人如果嚟到我哋診所期間，當然我哋會用翻個比較詳細嘅病歷而問清楚啦。咁同埋我哋做個臨床嘅檢查，睇下佢分佈嘅區域位置嘅話咧，都可以幫我哋有機會分辨得到兩種病嘅唔同之處嘅。咁另外有啲特徵嘅話，就尤其是汗斑嘅話咧，因為佢除咗會皮膚變淡色之外咧，有機會咧喺最早期嘅時間咧，有啲比較好微小嘅粉屑狀嘅皮屑喺個皮膚上邊嘅。咁呢啲皮屑嘅話咧，我哋有陣時臨床咧用啲儀器輕輕咁樣刮一刮嘅皮膚嘅話咧，有機會令到呢啲皮屑比較明顯嘅。咁呢個特徵係只有汗斑先有，而白色係唔會有嘅。咁再進一步嘅話咧，有陣時我哋用啲特別啲嘅儀器啦，譬如啲紫外線燈嘅檢查，呢啲紫外線燈咧就可以令到皮膚變淡嘅部位咧係特別變得突出嘅。所以如果好似白色呢啲皮膚嘅話咧，佢基本上咧就會非常之雪白，比較容易啲睇。而汗斑嘅話咧，亦都用呢個檢查燈嘅話咧，可以俾我哋準確判斷得到咧佢究竟受影響嘅位置有幾多啦，同埋有陣時呢啲皮屑咧有機會有啲橙黃色嘅熒光反應添嘅。咁白色病會唔會傳染㗎？唔使擔心，其實頭先所講啦，白色係一個自身免疫抗體嘅毛病啦。佢最主要我哋身體有啲異常嘅免疫抗體攻擊皮膚入邊啲黑色素細胞，經過長期炎症之後咧，呢啲黑色素細胞就唔識再分泌我哋啲黑色素出嚟，所以點解我哋嘅皮膚咧就變淡色？就因為佢係只不過係啲自身免疫抗體問題，佢係絕對唔會傳染俾其他人㗎。咁係咪膚色黑嘅人會比較容易患上白色病嘅咧？你都黑啊？根據過往啲國際統計數字嚟講咧，其實白色病咧係不論佢嘅膚色啦，或者不分男女嘅話咧，任何年紀組別嘅人都有機會有白病嘅可能性嘅。咁所以咧就唔係話皮膚黑嘅人咧就容易受呢個病嘅病發。不過當然，如果本身皮膚膚色比較深嘅病人嘅話咧，當佢哋一開始有白色嘅話咧，佢哋啲病灶因為會比較顯眼嘅話咧，加上原本膚色比較深，嗰個對比度比較大嘅話咧，咁可能受影響嘅外觀嘅程度咧會比較嚴重一啲咯。
如果不幸患上白色病，同皮膚癌又有冇關係呢？因為白食嘅病人咧，佢哋有陣時咧啲黑色素細胞受破壞而皮膚變淡白咗啦，冇咗呢啲黑色素嘅保護嘅話咧，確實皮膚咧係容易啲受到紫外線嘅傷害嘅。咁所以可能呢啲病人咧喺皮膚變白嘅部位，可能容易啲曬傷啦。咁如果曬傷咗太嚴重嘅話咧，有機會引發一啲新嘅白色添。咁另外因為缺少咗呢啲黑色素嘅保護啦，長期日積月累受到呢啲紫外線照射嘅話咧，確實有機會咧係增加咗呢啲部位咧皮膚癌嘅機會率㗎。多謝 Doctor 解答咗我哋咁多問題，今次一定可以幫到樂兒哥啦。唔使咁心急住，我都未講任何呢個治療嘅方案。咁其實咧，而家就算嗰位病者有患有白色嘅話咧，係唔使灰心嘅。而家咧都比較多一啲新穎啲嘅治療方法。咁傳統嘅治療方式當然包括啲外用嘅類固醇啊，或者啲外用嘅免疫抑制劑啦，甚至乎有啲嚴重嘅話咧，可能用啲紫外線燈嘅療程。咁但係而家咧最新一代咧有一個啱啱喺引入咗香港一個叫做外用嘅 JAK 抑制劑嘅話咧，個效果都唔錯㗎。咁所以如果各位病人如果懷疑自己白色嘅話咧，快啲揾你嘅家庭醫生睇一睇啦。都係嗰句啊！如果有任何問題，記得問翻自己嘅家庭醫生啦。